兄弟平安，真欢喜来参加咱今日礼拜，今日是第二开讲主日，真欢喜，咱用期待的心来兄姊救主诞生。咱礼拜前咱来论两首圣诗，第一首圣诗40首，我目爬起望天。这首诗，今仔日这两首诗拢较简单，拢足短，敢若3赞尔。所以咱开始要唱的时咱的心就爱足集中的，无集中的时，无偌久就唱了，来随时就足集中的。我目爬起，上帝所定所在，上帝暝日无困上醒，顾我到拢无害。真简单的即个歌词，总是你若去体会，你会感觉讲，咱人生咧过，咱不管是因为咱的信仰，咱着抓目望天，因为望天的时。你着知影讲，迄个是上帝所定的所在。过来，咱每一日的生活，上帝暝日无困上醒，上帝无咧困的，拢敢若过咱遮的走来走去的百姓。上帝暝日无困上醒，顾我到拢无离，拢无害。来，咱来唱这3段。第一站。第二节讲，早暗保守实在好势。这好势，这是咱足台语的讲法。好势溜溜，好势。上帝早暗拢咧甲咱保守，实在足好势，迄个意思。第3节，第3节，讲这个出入过得平安，上帝应允保庇咱出入过平安，过得平安。总是这个平安，并不是讲一定是肉体上的平安，较咧讲咱的心灵的平安，心态的平安。虽然咱肉体有当时的软弱、软正、衰微，总是咱的心，不管是拢平安。咱对顶礼拜开始到台港节主日，第一主日，今仔日第2主日，咱入来拜堂的时，会看到开始看到圣诞树，总是圣诞红，今仔日才出现。咱若看到昨暗有即个 SNG 周六恩典之夜会开始。
足久无看到，咱搁看到会一楼有即个超圣经的即个展览，这是代表讲，咱已经开始咧迎接咱上山教会设教150周年啊！哦，咱开始有遮个时间，有遮个活动，来唤起咱兄弟，毋但是抬杠者期待主耶稣的降生，阁是咱对即阵到明年、规年吼，咱拢咧庆祝，拢咧迎接即个设教150周年，兄弟每一个人拢来参与即个设教150周年。来，咱阁来念第一节吼，第一节主题来。第一节就好，我把名记起，上帝所定所在，上帝你我分相亲，我好，来第二首540首。哦，这首诗是咱李牧师讲到以后咱会回应的诗。李牧师今日用这个马其顿的呼声来甲咱勉励，嘛是互咱体会讲，这个咱迎接150周年设教，咱的呼声，上帝互咱的呼声是伫倒？安尼来回应吼。这首诗就是主在叫咱来，嘛是3节，真紧就煞所以咱一开始，咱就进入即个歌词，即个旋律来。主对着咱啊，最是更美丽，亲像一切为你心中更美，是谁敢使我最人流浪，来着这一个既然之家的家，主对着咱啊，你更可以，咱会更那无明，为何伊欢喜，伊若落看世。出对着咱啊，甲为对天地，咱做我为本，做心无明，看世间之路才真是无怕，来对着一个一人一家。也说咱唱即个讲，这世间有黑暗，多人着答，是什么意思吗？着答就是讲滑倒了。伫世间常常黑暗，咱拄着一事，互咱会滑倒，是即个意思。搁上尾一句，咱着照伊光，一人一家，毋是一人分一家，因为一家即摆无价值啦。是啥物意思？角落，圣月角落，吟诗的角落。来，咱第一节过来唱一遍。来，出对着咱啊，最近更美丽，亲像一切为你心中更美，是谁敢使我最人流浪，来着这一个一人一家。咱准备先来这礼拜。
今仔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请兄弟关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一水会上上主的山，一水会徛伫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妄虚假，就抓无肯甘跪的人，就互人要得到上主赐福，佮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伊。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40首，圣诗第40首，请起立。
时，请咱用书读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录音谱。第三日对死人中国外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逢，罪下变，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门。下节。再甲用英文17篇来应答上帝的话。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压倒我。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踮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你灌溉田园收平的土地。祝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坡嘛有油得滴。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同心来祈祷。应爱的上帝，我毋要感谢你，接着你的囝耶稣基督，伊赐予阮天顶一切属灵的祝福。伫世界被造以前，你就拣选阮，成做你圣洁的子民。互阮伫你的感中无有瑕疵，伊找起你的圣囝主耶稣，带互阮遮个侪人下面会听的好消息，接着伊的受难、死、过活，救阮脱离罪甲死的捆绑。你互阮得到自由，好下面阮的罪，永远显明你创造世界的目的，互天顶地上拢伫基督内面合一。上帝啊！因为你丰盛的恩典，因为你奇妙的听，因为你智慧佮温柔的看顾，愿将一切的恶乐佮荣耀拢归伫你。主啊，我要为着你的教会来祈祷，就是徛伫世界快速的改变的中间，面临新的挑战、新的困难的教会来向你祈求。阮自少年时，你就通过教会来滋养阮属灵的生命。交托互阮做门徒的使命，也互阮对教会中间得到所需要的各种的能力甲成长，互阮有坚定的信心来宣扬福音，实现教会所宣扬的美善。主要所要差遣圣神伫地上，接着教会继续伊的使命，催逼阮来通过普世教会，接着同一个圣神，互阮会当一代搁一代继续宣扬福音无停止。诚做你的见证，直到所有人拢来领受你的福音，万民拢诚做你的门徒。求你使阮一个更较虔诚的责任感，对受苦难的有一个公理心，以及对上帝旨意完全的顺服。求你加添阮的信心，互阮无阁有犹豫，也会当诚做遐个信心不足的人的帮助。帮助因闪避信心的对敌，如去因心内阻挡你的脱爱。你通过教会，将阮每一个人的生命结连做伙，使我阮稳定去明白，阮的生命是需要倚靠别人的信心、勇气、温群、诚实甲正直，阁互阮愿意关心别人的需要，互阮忠实
来尽阮对兄弟姊妹的责任。感谢你，互我调阮诚做满有人品的人，互阮会当委身伫教会逐项的事工的中间，互阮通过服侍来得到生命的转化甲更新，勇敢阮的心活出你的听。今仔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感谢主赐阮有教业的理智，搁通过圣经的文字，用阮听有的语言来向阮讲话，为着是互阮明白你的真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为着互阮袂误解你的话，你也为阮设立至圣至公对使徒传落来教会，来负责教导圣经的真理，互阮无有怀疑甲不安，也无抵到陷落伫极端的错误甲看法。你通过圣经来约束阮愚妄的骄傲，通过教会的教示来引带阮。无论是你所启示的圣经，也是你所设立的教会，无论经过偌侪迫害甲撒旦的攻击，几千年来有缘徛伫无忧带。一代一代忠信的信徒，将你的旨意甲你的话语向世界来宣扬。由你，互阮伫一切有关信仰甲道德的代志顶面，会当根据圣经甲教会正确的教示，由你吸引阮的心来归向你。互阮会当真正意爱读圣经甲听你的话，接着你的话，日日充实阮的信仰生活。互阮会当把握有限的人生，建立正确坚定的信仰，保持永久追求真理的心，伫教会指导下面安全正确来读圣经，通过读经来对你的真理得到更较深的了解，互阮明白圣经的标准，教阮正确的思考，伫一切代志顶面明白你的旨意。伫世界生活的每一天，拢用合伫圣经的角度来看世界。按照你伫圣经中设立的标准来活，阮一世人上大的成就，甲荣光就是爱你的真理，较赢过世界一切。阮愿意为你的缘故，甘心受世间人看轻甲踢笑。求主，互阮袂过头挖苦家己的能力，也袂对家己的失败感觉见笑。互阮将全部的精神，拢放伫全能、全知甲无限的主爱的顶面。伫大感谢第二个主日，阮要用主你所赏赐互阮的信心来陪伴阮家己。求主即时，互阮放落心内的压甜半，安静谦卑伫你的脚前，听你的话语，接着阮单纯的信心来回应你。互阮伫教会的组织，诚做今生生命的溃烂，伫你的主爱中间，诚做具体，通过敬拜俄罗甲地牧师的讲道，大声向世间人宣告你的主爱甲福音。阮诚心献上阮的祈祷，即时阮也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讲。
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6章第60到第10节。台语和日本圣经第新约的154页，《使徒行传》第16章第60到第10节。台语圣经和日本154页，和合本修订版第205页。因经过弗鲁加拉太的地方，因为信心不紧，因传道理伫亚细亚，就行到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去必吹尼。耶稣的神毋准，就对美西亚经过，就到特罗亚。保罗眠时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徛伫，求伊讲，请过来马其顿帮助阮。保罗已经看见异象，阮才会连边意爱要去马其顿，也做是上帝调阮传福音互因。讲道请地正林牧师讲道，题目是马其顿的呼声。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宝贝上帝，阮感谢伫主日，阮有福气来敬拜你。特别今仔日是大降节第2主日，阮怀着毋忘的心，有信心要来期待主耶稣会出世。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来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互阮当明白。阮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陈牧师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大降第2主日，代表咱教会的形式已经伫顶礼拜大降第1主日就开始咱一个新的年度，因为咱拢用教会的活动，所有的拢是用耶稣为中心，所以对于出世开始，要出世开始，咱就伫遐个期待的心情等等安尼。今仔日也是咱普世圣经主日的奉会主日，感谢咱伫遐要代表圣经公会，感谢咱教会伫过去一直对阮圣经公会有真大的帮助，特别是我伫圣经公会有9年会做即个总干事，伫去年的7月底时会退休，即中间拢得到大家的即个帮助，献上感谢，请大家继续会当帮助伫即个圣经公会所要做事。圣经公会的宗旨就是讲，毋望每一个人会当用家己负担袂起的计较，买到你看有，可以当相信的即个圣经。简单讲起来是即几字，但是要安怎来当做到的时，特别是即个看有，即个就是困难的部分，咱爱用家己的言语会当来看有。所以咱台湾咱圣经会当看到咱有华语版，嘛有台语版。台语咱家己无文字，所以迄个宣教师因就来设计即个罗马字，互咱会当用罗马字来发音出来安尼。但是咱尾啊，咱渐渐会当用中文，就伫遐来发台语出来。但是咱佫有16族的即个原住民，其实有佫较侪，但是咱政府承认的是16族。即16族因要安怎用家己的言语伫遐来，伊嘛是共款，甲咱台语一开始共款，因拢无家己的言语。无家己的字，所以为着要互因会当家己看、家己听有，还是圣经来看伊，你得为着因造字出来。造字的时阵，用即个中文无办法做出来，就是用罗马字的方式。但一开始的时阵，政府无接受用即种罗马字的方式，因敢若要推华语，所以呢，咱就只有你毋得要看见即个原住民的圣经用波摩佛写的。规篇拢是波摩，安尼去读出来迄个字出来，安尼当然是真困难的咧。所以尾啊，咱政府已经开放，所以咱拢用原住民用即个用罗马字的方式，伫遐来甲因造字，翻译因的圣经。咱有16组，咱教部前敢若有10组有即个圣经伫咧吼。所以佫有其他爱努力的，但是即努力的时，也有伊的困难度伫咧。像讲，你即个言语，你一定要有伊的持牢伫咧，你才会当甲即个字，才会当发了佫较准，佫较明白伊的意思伫咧。但是足侪族的即个人愈来愈少吼，甚至伊嘛已经甚至同化用即个无用咱台语还是华语伫遐咧做礼拜吼。像讲
日月潭即少主，因大部分拢是用台语啊，等等安尼吼。所以其他要当翻译这规本圣经是非常的难，但是阮是鼓励讲，时时会当对较重要即几个，像讲主导文啊、十条诫啊，这咱会当先甲翻译出来，至少因的文字嘛会当留落来吼，等等安尼，即个努力着中间吼。头一个用咱家己的看有的字，会当来读写圣经，咱可能会当更较了解。但是咱若有咧读圣经，咱只要对即个和本来看时，咱足侪咱看袂啥清袂明白的咧，甚至咱已经有台语，咱用巴克的即个台汉版吼。罗马字，然后咱真歹真好读，所以咱用汉字出来。咱嘛，来只读了，敢若真绕口啊，袂当真了解。安尼免会当讲明白，所以表示讲，即个翻译圣经需要另外一种方式来翻译。所以翻译圣经即嘛有两种方法，头一个就是叫做形式对等，叫做 formal correspondence， 就是即个原文有啥物字，我就有出现啥物字。但是这字的，你再用你的咱家己的文字伫迄所在，甲摆落搁较顺哦。但是搁那顺嘛是真侪所在无遐尼顺直的吼。第二个方法就是讲，这是新的方法，就是有人提议讲，圣经应该是爱当明白则对，所以咱就要叫做意义相符、功能相等咯，叫做 functional equivalent 哦。就是咱简单讲就是意义啦，甲伊意思翻译出来吼。咱即卖华语内底有两本圣经，一个就是和合本，一个就是现代中文译本。和合本就是 Formal Correspondence 吼，迄是1919年翻译的吼，所以已经100多年啊。100多年以前用的言语，甲即卖用的言语当然是无啥共款，所以咱会伫遐来修改吼，所以咱有新的叫做和合本修订版出来安尼吼。但是以后若佫修订的时，就一直和修本，佫和修本，读起啊真怪一个吼。所以圣经公会已经甲用即个版本，倒一年定稿来做咱的圣经的版本，安尼可能较容易了解哦。和合本的时就是和合本，伊是1919，咱免另外写1919。新的即个和修本呢，咱就写做和合本2010，伊是2010年的时伫遐来定稿的吼。咱台语的时用即个咱用巴克的即本的时是即个宣教书来翻译的吼。宣教书用的用语，甲咱用的用语无一定共款，佫伊是用即种形式对等的方式哦，所以咱若读起嘛无一定清楚，所以咱就开始想讲，咱家己应该台湾人家己来翻译即个台语吼。后一本翻译出来就是今仔日我看得去咱教会真用心吼。为着即个保守圣经讲的主理的时，咱伫一楼的所在有摆咱一寡家己手写的，还是家己读圣经的心得。另外佫有即墙壁顶头有写着即个所长了有写着即个真侪查考即个资料，伫遐来写讲圣经的过程中间，以及甲天主教安怎合作等等遮。头一本咱家己写。家己台湾人翻译是甲天主教合作，迄是咱叫做红皮圣经哦。为什么叫红皮圣经呢？因为即本已经无流行啊，叫国民党甲没收去吼。迄阵讲袂当爱用华语才会使吼，所以甲伊没收去吼。迄本圣经咱只有一本摕伫迄个一楼的所在，咱会使看吼。迄本我当然嘛有，因为阮爸爸嘛是其中的翻译者之一吼。会叫做红皮圣经，红皮圣经敢若新约，无真普遍。即个时阵变安怎？圣经公就伫遐来推动讲，咱另外佫来翻译一本吼，迄叫做现代台语吼。我手头摕即本就是现代台语吼。咱有讨论过讲，咱教会即个以后头前下袂落去的款吼，遮尔高着吼。为什么遮尔高？啥物资料讲加出来啊？无圣经就是安尼啦，免会当加资料出来。是只不过伊甲汉字甲即个白话字合做伙吼，真侪人就讲若安尼要干若汉字就敢若咱即卖台汉咧看白话字，会咧看即个迄个台语圣经共款安尼吼。但是我发现讲有真大的困难伫咧，因为爱注意的字太侪咧吼，所以阮议员要读到最后时，议员是感觉用一大本电脑较好吼，你读袂出来时，你看见仔的白话字，你就会当看出来吼。即本
迄个现代中文译本就是用即个甲伊的意义相符迄个意思共款的，甲翻做的意义出来。台语就是用即本，现代台语就是用即种方式吼。所以你若有看即本的时阵，会加非常的清楚吼。我举一个来讲吼，咱《使徒行传》第26章第14节，伫遐即个保罗伫阿基帕王的即个面前，伫遐做见证，讲伊安怎受主警调的时阵，而且讲譬如讲着着的时候，有一个声甲伊讲：你为什么困着我？你用骹踢刺是艰苦的，骹踢刺是艰苦的。咱可能看无这到底是啥，原文就是安尼啊。所以即本新的时，即本的翻译就无共款咯。伊讲你写书困着我。你是安那？你是用拳头母去蒸石狮，家己讨皮疼。安尼咱就非常知影吼，就知影讲你靠家己的意思要做这样代志，安尼是毋对的吼。安尼是表示讲，即本现代台语的时，伊是用即种意义相符的方式伫遐来翻译时，咱会当更较清楚吼。我今日有和牧师谈论过时，恁还未用到即本哦，我鼓励恁大家用即本啊，虽然高啦吼。但是你会感觉上帝话就是遮尔有分量安尼吼，基本翻译了袂歹吼。为什么咱爱用遮尔侪精神去翻译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伫咧。咱大概现代人真罕会当听到上，像讲旧约伫遐讲上帝甲先知讲话啥，咱即么大概无人听过遮个话。但是你要来知影讲上帝的旨意、上帝心意到底是甚物？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真毋茫咱真正合上帝心意的人，就真正代表安尼合上帝心意的人。知影上帝意爱安怎，咱就安尼做，咱毋通去做甲伊违背、甲伊无共款的。但是你变来知影，已经主耶稣嘛离咱遐尼久啊，咱也无真做伊袂问道伫个时，到底变来怎啥？就是对即本圣经，你会当读愈深的时，愈明白的时，你就愈知影伊的意义是到底是倒。这个就是咱毋茫透过全世界有150几经的即个圣经讲话，伫遐努力伫遐咧翻译这圣经，就是意义要将上帝话，互咱会当看有伫迄个所在来了解一个吼。所以即个时阵，我今日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讲，咱既然要知影上帝是要诚做合上帝心意的人，但是咱定定会去碰到一个困难，就是讲，咱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为着要明白上帝心意，伫遐咧烦恼无？那是讲咱会当有祈祷，上帝伫遐来祈求，爱安怎的时，但是敢若无回应。到底安尼，到底是上帝无听到，还是咱着要搁继续等？还是上帝爱咱顺服，还是爱咱改变？这拢诚对咱真侪人的即个问题伫咧吼。是讲咱要安怎知影？已经有人甲咱讲，咱来才当透过讲道时去听到。看咱电视的节目，即个福音的节目听到，还是参加报道会等等遮的时，咱会去听到一个声，还是咱咧灵修的时，咱去看，一字敢若跳出来咧甲我讲话共款，这啥物真正的即个上帝的即个旨意伫咧，咱要安怎来印证？这是上帝的即个意思。若无办法知影是上帝的旨意时，咱要安怎来面对？这是我今日想要和大家来参加来思考的。当然，这有真侪所在我依然无答案伫咧，但是咱透过圣经的时，加减会当来查考，以及家己会当来有一个领受伫咧。咱今仔看即个圣经，就是一个保罗伊去做第2摆的即个宣道时所经过一项代志吼。伊第1摆是经过塞浦路斯吼，就是以前圣经写古比路，就是即卖塞浦路斯，经过海运，然后去用北。进入到即卖托尼基的所在，伫遐离附近踅踅，就搁倒转来吼。倒转来无偌久，伊就非常伫迄个所在，真关心这以前去传福音这兄弟姊妹，伊的信仰到底是如何。休困无偌久，伊就搁出发要去做第2遍。咱今仔看这是第2遍中间发生的一项代志一个。伫遐写着讲，伊去到一个所在，伫遐看了的时，然后要搁继续向前的时。也圣神阻止伊，搁有讲耶稣的灵嘛无答应伊去倒一个所在吼。也讲圣灵伫阻止即个保罗吼，伫即个亚细亚伫迄个所在来讲道吼。耶稣的灵嘛无不准伊往即个比推尼去吼。为什么圣神要来阻止即个保罗
去传福音。圣神应该真欢喜啊！有人要去传福音，当然是足好诶代志伫咧啊。但是为什么会去阻止伫咧？即个圣经在产生真多即种一种伫遐来猜测吼，是安怎？圣经无写着，保罗哪会知影讲这是圣神的主动，还是耶稣的灵无有？啥物是无顺利？啥物破病？啥物是有即个环境安尼等等遮的？若是安尼时，咱日常生活咱碰到即种代志，咱啥物有人爱想讲这就是圣神在甲咱主动。这是真深的一个功课，需要咱伫迄个所在来学习的。其实这真侪代志拢是需要事后伫迄个所在一再伫迄个所在，搁伫遐回顾等等，你才有可能去明白的咧。咱用现在来看时，咱可能知影讲，因为保罗伊是罗马的即个公民，所以伊伫即个讲希腊语的即个世界人，伊会当非常通顺的咧。但是咱知影彼得、耶稣这12个学生，拢是为家己理解所在讨喜的等等来，伊可能无遐尼真深的即个学问伫咧，可能敢知影即个希伯来语等等遮个，还是阿兰语伫咧，所以伊可能无办法。若是要互伊到欧洲遮等等向西伫遐行行，可能有伊的困难伫咧。这是咱现在咱来想，真可能就是安尼伫咧吼。因为会当互保罗向即个讲希腊语的世界伫遐去，彼得伫即个犹太人的即个社群伫遐。但是你免会当知影这是上帝旨意。咱常常需要伫即个真侪即个代志发生的时吼，拢是行动以后，然后咱才来知影。所以咱若要知影上帝旨意的时，其实有真侪需要来爱努力的所在。头一个当然，咱就是爱甲圣经读个愈熟，愈知影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物。咱就爱常常参与伫咱的查经班，会当对咱有即个属灵的即个长辈，会当诚做咱的彼此的帮衬。咱有代志时，会当个请问，你会当愿意听着无共款的。像讲阮伫迦南教会中因，咱真侪即个外教派的即个牧者，因拢会去发预言伫咧吼。我记有一遍哦，我已经离开的因，伊一遍请即个外教派的来。外拍来就请我，你有啥物要领受预言无？哇，有几个人就出来，伊就伫遐讲，你安怎？我伫遐咧心内咧开始咧惊，因为其实咱拢真侪，咱的长老会真侪无伫即方面无受到真好的即种教导，表示讲你毋是听到敢若即个牧师的预言，就是真的，你就是安尼去做。其实有真侪即个即统计来讲，是世界人无一个真正的先知伫咧吼，讲的预言，讲的即绝对拢有鬼拍的，即个无正确的等等遮伫咧吼。所以你要安怎会当来证明这代志是真需要咱有需要一个遮盖一个，有一个属灵的遮盖伫咧。咱的牧者就是咱的遮盖伫咧，还是咱的属灵的同伴。还是咱伫圣经中间家己的学习，等等遮，拢是应该你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学习的吼。家己的领受也是，你要有一个真敏感的即个心吼，敏锐的心哦。伫迄个所在，你若真咧较无的时阵，你才会当去追求，才会当去明白着咧。其实保罗，我相信伊就是安尼。咱知影伊毋是耶稣在生的时阵。伫得世上的时阵，伊的12个学生其中一个，但是为什么讲伊叫做使徒？咱使徒分做即个广义甲狭义的。狭义的使徒就是爱甲耶稣上甲做伙生活，亲自听伊的教导，搁伫遐为伊来死搁活来做见证，这才是使徒啊！但是咱即摆现在足侪讲我是使徒，我是啥？就是咱讲所谓广义的使徒，就是讲你受派去传福音，这就算做广义。保罗叫人称作使徒，毋是即个广义的，伊是个狭义的即个使徒的。表示讲，伊家己嘛有讲，伊伫即个去即个旷野上中间是受主的教导。所以伊虽然毋是12个学生的另外一个，但是伊有亲自对保罗，对即个耶稣伫遐来听到伊的教导伫咧，所以伊会当伫迄个所在来知影。所以真较无要安怎来行伫上帝所意爱的时，伊有即个敏锐心伫的时，伊才会当伫迄个所在明白安尼。所以我嘛无一个答案互大家，
你免来知影这是上帝旨意无？只有你家己会当伫迄个所在来学习。那我的学习就是讲，你遇到无顺的时，毋是上帝旨意咧甲你指导，是要互你搁一摆会思考到底是甚物。但是咱逐个拢知，我已经分享过，我离开迦南教会去圣经公会的时阵，做即个决定的时阵，我马上去面对一项代志，就是长老会的即个牧师退休的即个管顾安养金无去，甚至佫有一寡福利拢无去。可能用咱的立场来看是，你行即条路应该是无受祝福吧？无你来损失遐尼侪物件。咱可能头一听的是安尼，但是我甲牧师娘两个学习就是祈祷了的时，感觉讲这是人的作为，是要互阮透过安尼时，互阮知影阮的即个决定会面对遮侪问题，你没有后路，你无后路通行，你要继续无？你若继续，你就要面对遮个代志。所以我感觉即个咱所感觉会当受到主动的物件，毋是遐尼简单，就是圣神咧甲咱主动。其实是真侪，佫互你佫一摆思考，到底是爱安怎才是对。咱伫圣经中间是箴言所在第3章第50到第60节，咱看下骹的所在，迄有写现代台语2021吼，这就是我拄仔所讲的，这本就是2021完成的吼。顶头迄个2010就是迄个合修本吼，和本的2010吼。咱看这台语安尼讲，你着专心挖靠上主，毋通挖靠家己的聪明。伫你一切所做，拢着尊重伊，以为指点你的路。以为指点你的路，但是伊要安怎指点你的路？所以咱定来伫祈祷中间，咱会讲到就毋茫圣神降临伫咱中间。迄句话敢若听起来有淡薄仔，然后在我来看是淡薄仔伊会有所在需要来思考的。因为咱伫使徒行传第2章37节，伫遐彼得伫遐五旬节伫遐讲一篇道理，了有3000人来信主的时阵。然后伊讲了的时阵，遐个人讲啦，心气插，迄个心去有钉仔咧甲插共款安尼。所以伊问讲，我着爱安怎做？彼得甲伊讲，你着认罪，你着奉耶稣的名洗礼，然后你着做，你着下面，你要得到圣神的充满。所以咱每一个洗礼人拢圣神充满啊，咱哪会着去要求圣神来充满咱呢？应该是咱家己的思想已经赢过圣神。圣神已经互咱捆绑伫咱的中间，所以我的祈祷点咧爱讲，愿圣神自由伫我的心中运行。可能这才是较正确的即个部分咧。所以这是共款，你要咱会当知影讲，伊要指点你的时，你家己的心内已经有一个想法伫咧啊，要安怎指点你？你就是要用向这边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咱要有一个顺服。会当用祈祷伫主的面前，伫遐来谦卑，伫遐来再当来明白即个代志到底是爱安怎吼。咱看见保罗碰到安尼代志的时阵，伊继续向前行的时阵，伊经过伊对罗斯的经过弗鲁加拉太，啊，佮搬过迄个美西亚到特罗亚吼。咱可能讲遮拢模模糊糊吼，咱来看地图，咱就较知影吼。这是地图吼。咱中迄大片的所在，迄就是即摆土耳其吼。土耳其就是亚洲的上界西边，然后过迄个爱琴海以后，就是欧洲吼。啊，伊土耳其的即个首都吼，伊斯坦堡就是伫迄个上界顶头，迄两个底连做迄个所在，伊两边拢是伊的都市伫咧，所以伊是唯一的一个都市，横跨欧亚两地的地方。经过伊，就变做是一个欧洲伫咧吼。即个地图内底是咱看见迄个第二摆保罗所行路线，就是对即个东北角，差不多3点钟2点钟迄个方向，往顶头行去哩吼。去到西列原来已经有去的路斯德啦、特比啦、以哥念啦遮个吼，然后伊阁要向西行，就是要经过即个亚细亚。的时阵，圣神的灵无准伊，伊就往北走。北走时就是比推尼吼，迄个所在亚述的灵也无允准伊。伊要安怎？伊就只有安怎向西边行去吼。但是咱知影讲，因来假使因来向顶头行的时，其实即个所在只有会当到黑海，
海海当然最近咱拢真清楚迄个顶头迄个海就是海海吼，可能就是长去啊。只有向西边行，才有即个往欧洲的即个真可能的即个异象的即个广阔的所在吼。所以我相信即个保罗也有一个真侪真敏感的心智，伫遐来了解，就是讲圣神可能就是往哪是，所以伊就向西边一直行，向西边讲一直行到迄个所在，咱看迄个白白框起来会中迄个吼，迄个是特罗亚吼。到迄个特罗亚，就是到即个海岸的所在吼，然后就发生咱今日所看伊个性质，迄就是经过即个往西一直行去的即个路线吼。伫迄个所在时呢，咱就看见伊啊，有即个异象出现伫迄个所在吼。第咱看，听见是讲有一个需要人，一个人甲讲，你来甲阮帮衬一个吼。这就是咱看见保罗伊的路线是安尼吼。伊若向西行的时阵，向北只有到海岸尔啦；向西的时，伊就会当到伫欧洲伫遐来，世界福音就安尼伫遐来传开过去吼。所以咱看见伊到伫特罗亚的所在，咱看见其实即个即个保罗伊伫夜间伫遐来听，看见即个马其顿的帮衬，爱伊来帮衬伊。其实这意象是嘛间接伫遐来证明来讲，上帝圣神的因伫遐来禁止伊向顶头去。其实圣神的因带通常是一方面是禁止，一方面伊互你开一条路互你。我相信足侪人拢有这方面的经验的。你感觉伊向一个所在要行时，结果非常困难的时，结果令上帝佫开另外一条路，互咱咧伫咧。是有讲你伫咧思考伫遐来做改变等等遮个吼。但是真侪遮个代志拢是咱事后的时阵多方应验以后，才当来明白伫咧吼。毋是遐尼简单讲伫迄个一时啊，就当了解伫咧吼。是阮最近伫迦南教会伫遐咧读这耶利米书的时阵，看伫耶利米伫遐来讲足侪这预言的，但是伊的预言拢是这以色列人听了真无欢喜的代志伫咧是。另外佫有一寡先知嘛，讲伊是先知，伊伫遐讲的是这以色列人听了就非常欢喜的，讲上帝甲咱同在袂外人袂来甲咱占领等等这个，所以这伊百姓拢要听这先知的话，这另外这先知的话。这到底是爱听倒一个话？这其实就互咱一个真大的即个挑战伫个所在吼。爱真侪代圣经嘛，甲咱讲着真侪这预言会成立，这是啥物先知的时，就甲伊讲的以后有实现无，咱就会当知影。所以这经过需要一段时间才有办来了解吼。圣经所引出来即个路吼，并毋是这拢非常的平顺伫咧吼，因在啥嘛爱经过需要的即个磨练伫咧吼。咱若是有即个领受时，咱毋通爱退缩吼，咱一定爱活过主吼。即个咱嘛会使对即个约瑟吼的故事伫遐来知影，约瑟的即个生命中间非常的曲折伫咧吼。伊明明就是一个上帝所疼的，但是伊为什么当伫遮尔侪曲折？最重要的代志，搁伫遐搁互刑罚。伊的女主人个引诱伊坏，伊伫遐来倒走，颠倒去用关落家伫咧。你若是约瑟，你毋知是安怎？你大概感觉足奇怪，我明明就做对安尼伫咧。但是咱若看圣经中间是，伊伫遐来写咧约瑟形容讲，伊无离开主，伊继续行伫主所爱的即个道路顶头，行伫主有甲伊讲话无，我毋知，但是伊知影爱安怎做才是对的，就是安尼来做。果然，尾仔时经过这试探以后时阵，主就是透过伊来拯救着迄当时基恩所发生的，包括以色列人无办法存在，等等这拢是因为即个约瑟，伊就着了异象，知影安怎来保存丰收的时保存这美牛，然后饥荒的时会当来养饲，等等这个。咱来看伊讲，你若真正挖靠着主的引出，佮知影伊意思的时，你虽然伫中间有可能。部分伫迄个所在，敢若真困难、真奇怪的时阵，但是你若继续活过时，就会当看到主会引出头前所爱行的即个路站吼。咱看到即个，当到即个时阵的时，有一个呼声出现的时阵，保罗伊的回应到底是安怎？保罗的回应伫第10节所在，伫遐来讲，第5来咱来看，保罗看见即个异象了后，
阮随时准备要去遐，因为确信上帝有呼召阮去传福音，互马其顿人。这是现代台语，顶头迄个所在是有和合本的、和小本的，咱会当看哦。这个所在所用的用语就是讲，华语版讲认为，啊台语讲确信。这个表示讲呐，认为是绝对有你的想法伫咧，啊是你有经过真侪这推论，伫遐来证明是，啊是确信的因台语是搁较强调讲呐，我是完全相信，这就是上帝要来引出来。那安尼是你爱安怎？会马上伫迄所在出发。所以圣经讲立即，还是随时，就伫迄个所在来出发者。咱若有即个上有即禁止甲引出的即种两定的即种验证的时，咱应该爱真果断的伫迄个所在来行动一个吼。所以到遮讲到遮的时，咱可能嘛无啥知影讲圣神伫我身上到底是安怎？你只有留功课，咱大家伫遐来思考，你安怎来透过圣神，透过对圣经的了解，然后你会当愈来愈了解上帝的心意是甚物。你会当对圣经中间来得到印证的时，你就搁较知影我应该安怎来做。但是咱若无已经知影时，咱会当找咱的牧者，找咱的长辈，伫遐有真侪这会当诚做咱逐人的即个帮助伫咧吼。毋望咱逐人会当搁较明白上帝伫咱心中的旨意到影，然后才有一个是搁较爱爱来勉励大家，就是你若知影讲，你感觉即个事的时阵，推论证明伊是的时阵，你就要马上伫迄个所在要有即个行动伫咧吼。安尼时阵，然后你可能还阁需要伫迄个所在来修改，还是伫迄个所在阁来修正等等遮的。但是你要行动出来，你才有可能会当知影伫咧。即个圣经在到遮的时阵，咱有发现一个所在，有出现一个名词，一个就是我们吼，阮。第使徒行传16章第80以前拢是记载因他们，表示讲即个作者甲因无做伙，听因讲因安怎因安怎安怎。但是对即个第10节开始的因讲我们，伫迄个所在发现作者已经甲这保罗因三个做伙吼。即个咱知影，即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路加吼。即个路加伊是一个医生吼，所以咱嘛知影保罗伊的身躯毋是真勇健伫咧吼，有真侪即需要来照顾的所在。那保罗伫迄个所在，就即个路加伫迄时阵就加入去，到伫即个保罗伊即个团队伫咧吼，就诚对保罗真侪即帮助啦。我提一点出来是要互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常常会当注意即个主词伫咧吼，因还是伊，还是敢若伊吼，还是我们我，还是阮，这其实伊的意义拢无讲真共款伫咧吼。即咱要结论来看的时阵，你个人就常常要追求要确认主的心意是甚物，会当来顺从、会顺从、会顺服甲，还是要来改变吼。那真顺利，还是讲真有确定，咱当然是会当顺服。但是一直无迄个，会是无即个答案伫的时阵，甚至佫有真侪别人互你一个建议的时阵，咱是毋是应该伫迄个所在爱来做即个改变咯？问题是果讲，你毋知有圣神伫遐禁止做某种代志的经验无？还是你安怎知影这是圣神的旨意？还是圣神有另外开一个门互你无？还是你佫安怎知影迄个是圣神的旨意？相信你对这讲道中间无一定得到答案，但是你若透过咱伫小组中间，恁彼此分享，你明明啊，你会当得到敢若有一个愈来愈清楚的即个意义，知影我要安怎会当愈来愈知影上帝即个旨意即个吼。但是要常常伫迄个所在验证伫咧吼，这是我的一个经验，一个提醒伫咱大家。啊是教会，咱嘛需要一个敏锐的心伫咧吼，心灵去领受着即个马其顿的呼声。并着爱马上伫迄个所在活动伫咧吼，咱知影，我知影咱上咱教会有准备要伫遐拄跟要另起即个教会者，这若是上帝的心意时，咱有领受着无？若毋是上帝旨意的时，你是参与伫内底时，你会使有真侪意见伫迄个所在发生，然后整合出来变做逐个人拢会当同意，迄大概就是真明显就是上帝旨意。若是无的时，可能就是伫遐需要来修正的时。
但是有可能迄就是马其顿的呼声伫恁中间。啊，是咱看见恁伫一楼所在摆出来迄已经有真侪人，但是也毋是真侪个人伫参与伫中间。迄嘛是一个教会一个马其顿的呼声伫咧。咱是毋是共同大家来写即个圣经的时阵啊，为牧者发诶即个异象伫遐来，有爱会友伫个所在来配合。咱松山教会伫即个老河街时，其实是最社区事工上盖好的一个地点伫咧。每工有偌济人，拢新的人安尼一直经过咱头前过时，咱的社区事工是若来发展时，相信的影响非常的大滴。我看见咱的周报开始伫遐毋望讲经过遮个人会当入来即出来小休困一下，等等遮。其实我伫做咱教会长老时，我已经发出即个风声伫咧吼，即个呼声伫咧吼。我也讲，咱即个老河街上爱欠的是啥物？欠的是便所。啊，咱教会有便所啊，你著奉上。我讲恁若有需要便所，请来即个老河即个105号中山教会来使用。咱只不过提供互人用尔啊，但是逐个人都知影，经过遮人，逐个人知影有一间上山教会伫即个所在者。咱头前迄个空旷的所在，会当互福音机构来遮做啊，这就是一寡遮迄个社区的事工伫咧。啊，我已经几啊年前啊啦吼，但是我看见周报中间，咱开始伫个所在啊有咧参与伫这就是一个教会一个呼声伫迄个所在一个吼。然后的时阵，咱看见第三就是讲，你有个人的即个马其顿的呼声，还是你有接受到，还是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无？咱每一个会友中间，咱逐人兄弟姊妹中间，咱常常拢有咱有即个咱的困难，咱的期待伫咧时，咱毋知要听见无？咱要付出咱的关心无？还是你若有需要时，你要安尼？需要即个兄弟姊妹帮助无？这拢是属于即个马其顿呼声的中间一项。我相信保罗听见马其顿呼声，是因为马其顿的人伫迄个所有即个需要，因向主来祈祷恳求的时阵，然后就透过上帝就透过即个异象，互保罗伫迄个所来听见。有诶是安尼，即种来得到即个呼声伫。有诶是咱根本就是知影，你今仔听着也好，亲身讲嘛有可能拢会当听着，这拢是毋望咱会当训练有一个敏锐的心吼。啊，伫常常伫即个对即个四周围还是教会的需要，有这需要中，咱会当去领受着，到底我伫即部分是毋是听着马其顿的呼声，我应该来爱做啥物代志？毋望这拢当诚做咱的帮助。啊，伫即个所在，佫讲一遍，就是讲，咱的圣经来当搁较侪本伫遐看，你会当意义会当搁较清楚。圣经讲话伫即个咱1919年的和合本已经经过100万年有即个修订版，2010年版，其实有真侪所在非常清楚，佫有遮足侪注解哦，有200几个注解，互咱会当看得搁较清楚伫咧。啊，是咱的现代台语。用即个functional equivalent 的方式翻译出来，会当更较清楚。毋望咱会当透过读真侪即个圣经的时，对圣经愈明白，就愈明白上帝心意是啥物，咱就会当愈听见马其顿的呼声来做出回应。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阮感谢透过今仔日透过保罗伊做海外宣教的时阵，拄着即个圣神的主动。耶稣的灵伫遐来阻止的时阵，伊向西边行，到伫特罗亚的时阵，听见一个异象中间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声，爱伊去帮助你。听见认为这就是确信，这就是，然后就马上伫遐来出发。我嘛毋望伫阮的人生中间，阮常常不管是教会还是个人，会当敏感伫主你爱阮做的这代志所听见这马其顿呼声。然后会当做出阮应该有的即个回应伫咧，由此来帮助，由此来带领特别是伫上山教会要庆祝150周年的时阵，因伫遐做这种种活动，毋是干那教会中间伫遐来咧欢喜尔，会当将即种欢喜的声，互即个社区拢总会当伫迄个所在来领受着。
愿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请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保罗已经看见异象，阮遮的南边以外要去马其顿，也做是上帝调阮传福音予因。使徒行传16章第10节。保罗已经看见异象，阮遮的南边以外要去马其顿，也做是上帝调阮传福音予因。使徒行传16章第10节。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40首，540首，请起立。主的咱中，今日做个点，亲像一滴地人花米是超更美，一时来有黑暗，做人着逃，看着飘逸的一人一人，主的叫咱人定定予伊，咱的光若无明，袂予伊欢喜，伊也落看世间安静生活，咱着照伊光一人一角，主的叫咱人逐位做光灯，人无明，看世间真黑暗，若亲像乌目，咱着照伊光一人一角。请坐。奉献请应中进长老、扎兴长老、张庆林长老、庄博雅执事、陈秀娥执事、曾宁仪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
请坐。消息报告，请看周报393页，红线的部分，然后订单请咱的中级来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信讲的事项，请咱家己看。第3点，今仔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圣经公会特别派田正应任牧师来讲道请安，多谢田牧师，请下这关心奉献。第4点，今仔日有圣经公会甲咱会友的即个抄写圣经甲读圣经的即个展览吼，欢迎咱这来参观吼。这是咱进前甲大家介绍，就是咱要来用几年的时间来纪念咱直接设到150周年的一个活动吼。咱要用即个活动是要用目睭来看咱的信仰，用耳孔来听咱的信仰，用咱的喙来读咱的信仰，用咱的手来写咱的信仰吼。所以真侪咱的会友呢，真拍拼吼，摕因的圣经来遮甲咱大家分享吼。咱请咱大家就拨一寡时间来去甲楼骹遮个参与伫即个事工的内面的即个会友来甲勉励吼。上时咱家己会带对即个中间来得到一个激励吼，咱来参与伫即个事工的顶面吼。咱150年前马街伫遮设立即个教会吼，就是要传福音但是咱若是无读圣经，咱是免咱来传即个福音吼。所以嘛，大家当参与伫即个活动来，互相来勉励，互相来学习吼。好，第5点，今仔下晡12点半要来召开即个中职会，请咱新旧人的即个中职拢来参加吼。第6点，今仔日中职会了后要召开即个建堂的即个委员会，请委员甲顾问参加。小会定即个12月14日拜六上午8点50到下晡3点要举行事工的研讨会，请新旧人的中职团契新旧人的会长，甲达事工组的即个同工来参加。同一天12月14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要邀请许荣丰牧师来主讲长老教会精神甲体制吼，欢迎下这来参加。小组甲即个牧区的消息，咱双年团契要定12月11号拜3上午1点。要来举行团契聚会，邀请吴凤约老师来带领提升激励甲认知能力的即个课程，请咱客友参加，并有传中道等。咱无需介绍新来的人客甲。好，来，咱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遮朋友。第一位，咱来欢迎是李仲义兄弟，还有邀请洪国元兄弟，咱欢迎两位。欢迎恁来，搁来咱嘛欢迎张纯正兄弟，欢迎你。欢迎，好，咱嘛真欢迎咱的地牧师娘，哎，欢迎。好，咱今仔日咱若结束了后，咱就去楼骹吼参观，也看遮个圣经，来激励家己的信仰。好，即是咱来祈祷，咱来为世界、为台湾、为着咱各地宣教师来祈祷。咱嘛为着今仔日咱所听见圣经公会因的事工来祈祷，为着侪伫翻译圣经的遮学者来祈祷。咱嘛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咱教会的社区，也是咱内部的教育的事工来祈祷，为着怀孕的姊妹，为着带孕的姊妹，也为着身躯欠安伫厝里疗养的遮兄弟姊妹来祈祷，咱开喙来祈祷。
主耶稣，阮感谢你为着阮来降生，伫即个大港节期，阮也备办好阮家己的心，诚做你要出世的马座。主恳求你，搁一届帮赞，互阮透过遮个话，互阮搁一届甲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祈祷，做兄弟姊妹伫病院，伫做化疗结束，伫处理疗养的。主恳求你保守，互因有健康的身躯，有勇壮的信心，会当来仰望你，也帮助因厝内的人会当有搁较侪会疼甲陪伴，也互因有健康的身躯，会当来陪伴因的厝内的人。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祈祷，恳求你帮助阮的教会，无论是建堂的事工，也是阮下遮的宣教，也是教育，也是礼拜遮的事工，恳求你拢帮赞，互阮兄弟姊妹得到起做，然后阮有气力去阮四周围的朋友，也是阮的社区来传福音。主也恳求你保守今仔日阮所听见圣经公会的需要，也帮助遮个伫翻译圣经的遮个牧者，帮助因，互因有勇壮的身躯，有智慧，会将圣经来翻译做无共款的人因的需要，帮助因搁较明白上帝的话。阮也为着逐世界伫传福音的遮个宣教师祈祷，特别为着伫缅甸的广福牧师因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因伫战乱的所在，主恳求你也保守因，互因有安全，也看顾因的事工。也真侪的宣教师伫无共款的所在传福音的，也恳求你来看顾因。也为着阮的国家，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帮助即个国家，帮助阮台湾，也帮助阮即个世界。互阮虽然有经过侪的遮个罪，遮个影响，滴到阮人的心对落，也滴到真侪罪恶的代志在发生。总是主恳求你的恩典，就亲像光照入黑暗的所在，也互阮基督徒，互阮有搁较好的言行举止，会当来诚做有影响的基督徒。主恳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伫天气哪来哪寒冷的时，也恳求你看顾阮，互阮拢有健康的身躯，通来服侍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吟圣诗，圣诗397首，圣诗397首。吟诗了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